夏牧师、夏牧师，咱的谢牧师，各位咱富强教会的执事，甲咱这长老，以及咱这兄弟姊妹，以及我真爱门店小组的兄弟姊妹，今仔互咱主圣灵的带领，互咱夏牧师的推荐，我会当来到富强教会。来做我的见证的分享，希望我的见证分享会当互在座的兄弟姊妹作为传福音的一个三角熟悉的代志。因为今仔日你若未信主的人，因为会当得到一个启示。我行20冬，才来信主。这20冬内底。我一开始，我是一个足虔诚的佛教徒。你也想啊，我伫民国74年5月11号，我结婚的时阵是火化婚礼，是新婚大师来甲我证婚所以你也看，徛伫这面前，74年的时阵。我就是佛教徒，伫这当中内底，我伫这做这个佛教徒的当中，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来往生，我拢749天亲口即念佛经，啥物这个悔改忏所以我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咩个佛教徒，我太爱耶稣了然后呢，爸爸妈妈拢囥伫佛光山的山顶的宝塔。一年我爱4届去到佛光山。我过去拢会带学生囡仔，因为我伫大学咧教册。所以呢，寒暑假带生囡仔5、60个去佛光山内底做研习营，到尾大家伫遐咧即个读即个佛经。所以我一生内底一开始我认识的，拢是咱的佛教。然后呢，我因为虽然是家己讲是佛教徒，但是我伫民国83年一个机缘离开我教授的教职，大学的教职，去选市议员。对于刚开始我感觉我六神无主因为呢，人若叫我去野灵精，我选的是海边遐渔民因兜啦，爸母过身叫我野灵精，西讲叫我行东，我行东；西讲叫我行西，我行西；叫我跪落，我跪落。我感觉我是安怎，哪会变安尼人？所以呢，大概有当时啥物7月时4礼拜转来，感觉我到底是信啥物话？我感觉我家己有够空虚就对安尼。然后呢，我毋是无机会熟悉咱的主呢，我无机会认识咱的主呢。我的丈母、我的岳母非常的疼我。2003年4月17号，伫咱高雄的武昌教会受洗，伊就逐工呢，甲我传福音呢。佮摕10万块，我讲志明你去帮我找一个基督教网红。我是一个佛教徒，叫我去基督教网红找伊个皇帝，甲伊买一个皇帝，互伊后面会当做永生的所在。我丈母伊伫即个50几岁就得到即个
乳癌呢。伊得着乳癌哦，10几天食即个药啊，排除的药啊，食到伊的心脏出问题，高雄的长庚医院讲，即个王成阿患，你心脏衰竭，你应该无机会啊。哦，我丈夫就一直求助，伊的即个弟兄姐妹，过来阮兜咧求。我拄啊好，迄阵啊做立法委员，熟悉振兴医院。我讲妈妈，我带你来台北，啊，结果呢，我带去振兴医院，入去第3天，前3天呢，当然足侪咱的主内弟兄姐妹，拢来伊面前，甲伊祈祷。咱想讲，阮丈夫可能连面要无去安尼呢。哦，啊，我嘛毋知咧祈祷啥，但是呢，第3天，一个28岁少年人车祸啊，迄面孔哦，冒着心脏来到振兴医院，结果匹配的结果哦，阮丈夫血型甲各方面的拢有合，马上甲伊手术，救着伊一命。伊用28岁少年人的心脏，带着主的祝福，开始伫公园蹦蹦跳跳，都活到88岁啊！安到啊，88岁，伊互主带去的时阵，我伫阮兜隔壁德成教会做即个告别礼拜。啊，因为阮兜个我做民意代表，我爱起来这主礼台做生平介绍。啊，我实在惊到皮皮喘，因为哦，伫十字的头前，啊，我还未信主，我因为皮皮喘，啊，结果牧师教我安怎讲啊，讲啥物啊？你要走的路已经走完咯，啊，你即摆上帝要带你去哦，啊，即个有青草的所在，水边哦，啊，要互你哦安置，啊，就安尼讲的我啊傻无啊，所以我是伫即个遮尔好的机会来甲主的即个主礼台，来甲牧师含做伙甲阮兜的人安尼，我非常的感动啊，对不对？但是呢，感动一天过，去望远转来了后，我又搁袂记你主生做啥款。你看，然后阮的丈人爸王文玉先生伊做过市议员，伊较铁齿，伊主席啦。伊讲哦，迄落甲村的人讲，我若往生哦，恁甲我哦烧烧的阵坐船啊出去野野安尼啊，安尼啦吼。结果呢，伊讲无偌久，换伊来入面啊。讲无偌久，伊入面咯。伊伫长庚医院，结果呢，伊着即个癌症，到尾啊呼吸真困难的时阵，阮太太是2004年信主啊，逐个人来到伊的面前，安尼祈祷。阮丈人爸目屎流落来，讲伊要信主。我讲信主无甲骨髓也爱害的呢，哦，信主是爱含妈妈相共，爱去青翠的梦园呢，爱嘉南美地呢，哦，所以要去嘉南美地呢，爸爸你袂使去野鱼呢，吼。结果呢，
伊突然目屎流来，讲伊要信主。哦，阮太太是安尼欢呼赞美主啊，哭哭泣啊，哭哭泣真诶，马上请德兴教会牧师来，叫牧师来，伫伊临终前甲伊受洗。我讲阮丈人爸遮硬斗的我安尼伊就讲伊要到尾来讲伊要信主，我咧阵感动起来。结果呢，做完即个德兴教会做主礼拜了，我第一届看牧师带阮去到蒙园，做一个合葬的礼拜婚礼啊，现在丧礼啦。这两个较早无共的，一个主席，一个基督教的，即摆到尾也要困做伙啦。我非常的感动啊！伫这蒙园内底，还有一个小木屋的基督这个教堂内底办合葬的这个礼仪啊，甲两个阵困做伙我嘛足感动，但是安尼感动，因为我又搁要去父亲节，爱搁去礼福公山拜阮爸爸妈妈，所以我的灵到底在哪里呀？时而东时而西时而南时而北我真正懵懵了了。然后呢，阮太太。伊即摆伫高铁要对台北落来。伊2004年4月12号，伊来信主，伊伫咱的真爱教会来受洗。真爱教会中心就是迄个百利文教基金会百利文教基金会呢，伊就是传福音的一个基金会。读册会，叫我嘛去参加。迄个百利读书的诊所长老伊本来嘛想要来呢，但是阮迄边嘛是咧礼拜，伊也歹势来。所以呢，伊对我偌好呢，逐工都志明，你当时要受洗，不断的甲我传福音。伊的百利。厝的楼骹，我做办公室免钱呢，看我会软弱袂安尼，你知无？我游玩，阁无信主。阮太太咧信主逐工咧食饭前祈祷、祷告，要困之前祷告。有当时除了做礼拜以外，伊拢看迄个叫做 Good News， 听迄个看迄个电视，伊嘛爱叫我看咧，讲你无代志在遮，莫定定看球赛你看一下耶稣长得怎样？安尼，我嘛拢拖伫遐，看迄 David 伊布道几啊千人，安尼。所以呢，我有足侪机会会当来亲近主，有机会信主。但是我失觉到啦，我的灵无按主斗阵伊的引带无互我感动所以呢，伫2023年顶年1月4号，我游完挂一个皮包伫台中要伫公司要上班，8点半，公司来8个彪形大汉，8个楼骹个4个总共12个，来苏打办公室手机没收，我讲我是犯啥物法？伊讲叫做国安法。国安法，
这门啊真大，啊，着叫带我讲要去我住厝的所在搜查，所有物件拢搜查。我阵阁有才8个人用高铁带倒来甲高雄的厝去搜查，迄暝，互伊叫伊调查处，问8点钟，了后半暝啊，佮甲我带去即个高雄地检署，啊，等到半暝啊，才开始问，检察官讲要甲我收押。我讲我的人生会变甲安尼呢？结果呢，收押困伫地下室啊。隔工法官才会当来审判。结果呢，隔工3个法官伫遐看讲，啊，这12当前，带球队去大陆拍球的代志，恁的证据嘛搜查了啊，你应该放伊出去。所以我出来伫外口19天，19天内底，阮太太嘛一直甲我祈祷，一直甲我讲，志明，咱来信主，咱来受洗。我嘛无。19天以后，我用抗告成功，人带入去伫燕巢的看守所啊。迄天当时呢，小年夜啦，带入去了后，搜查了后，迄天足寒，8度尔，困伫伊电脑边的涂骹寒到要死。我讲我太变甲即个所在，迄个时阵我人生感觉非常的软弱啦。我感觉伫即个安尼细细的墙壁内底，我失去我叫啥物人啊？结果呢，安尼哪像阮人吼，阵分年小共啊，结果迄家的人，他们用迄个血压计1年哦，命高血压219，低血压117啊，强要无命去，你敢知影？结果小年嘞，我一个人，迄暝拢无困，目屎哭哭地。我一个教授，一个博士，一个全国的优秀青年，全国的优秀青年。我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我到底是安怎？结果第一天阁无困，安尼寒甲血压足悬。第二天呢，因足惊我跋倒，拢叫我坐咧倒咧，绝对袂当徛起来。到尾派一个职业的伙伴朋友，即摆毋捌斗阵。结果迄天已经是除夕夜，人生第一届除夕夜的团圆是看墙壁的。我受到阮兜的人，阮太太、阮查囝、阮儿子、阮孙仔，我毋知是要安怎形容我迄阵的情形。结果足艰苦度过第2天，因迄阵仔休困，迄落加工5毛，迄落临时的医生会当视讯看病，因为我阁木修伊，我较早嘛无高血压的，我是血糖尔。迄个大年初一，一个早起啊，早起就是讲已经咧服侍呢，安尼拍菜，对迄细间的窗仔门，我咧拢看袂到天日啦，一个窗仔门拍菜的时阵哦，等一本乌色的册入来，我是袂当收任何的册甲批，嘛袂当
像阮即马伫遐会当讲看迄个所当性的电视啊，我拢袂使。约一本乌色的，对吧？我接到了，惊到要死。即看圣经，即阮兜几来本，我也捌摸过。阮踮受洗人送伊2、3本，阮太太受洗人去送伊3、4本，阮兜6、7本，我也捌去掀过。啊，即摆弹入来，哦，本来是乌漆嘛黑啦，看到烫金两支圣经啦，目睭金起来，可能有救啊！因为你无物件通看，你敢看墙壁，你会起笑啊，有无？叫弹入来了后，哇，开始行这个圣经啊！我头前，咱大家拢相共旧约啦吼，啥物咯，创世纪啦，啥物民数记啦，啥物，迄历代王记啦吼，迄读袂落啦。所以我先对诗篇开始，继就读个迄诗篇逐条的大卫所写的即个诗篇啊，这是150篇内底大部拢。迄个大卫咧逃亡啊，拄着困难写的，读起来佮拢含啊介共啊。伊讲捆绑就含啊介共啊。安尼愈读煞愈煞拍，感觉圣经无遮歹读啊，对毋对？读朴素的啊，对嘛？教授我讲啊，这无介困难，逐刀显啊，愈显愈有兴趣。年2023年的时阵啊，因为迄阵啊疫情足严重，所以若见一摆阿大过的人，伊就去出定了，伊就该换一个入来。我拄好换13个人，13个即个互起诉，还是讲还未判刑的。这羁押犯含我大做伙，13个，安尼轮岗入来。第一个入来，就是一个手这手粗甲比我大腿较粗，车连车我惊到要死啊！哪会派即个来，对毋对？啊，点点拢毋讲话，结果呢？我有一天，我就第2天，我甲伊问，讲你是安怎入来？伊讲伊是总港股的即个下晡上班的遮好公司啊，含人员计摕着一个铁条讲伊我甲一个讲死啊，讲死人啊！你是讲死人的杀人犯？我皮皮抓呢，结果呢，咱带蒙带。手内一本圣经嘛，咱讲呢，读圣经，我讲迄个迄个黄勇弟兄，我读圣经互你听。伊讲无啊，阮母啊主济，佮拄着主济。我讲这读圣经无要紧啦，我念互你听，对毋对？我佮念诗篇互你听。结果呢，伊就点点啊开始听，听了迄个面逐身足伤煞诶，对毋对？慢慢啊感觉较软化。我去帮伊祈祷啦，祷告，我祷告到尾啊，我拢讲主一定知你是冤枉诶，但是应该圣经无即句啦，但是我惊伊咯，所以我一定爱讲主一定知你是冤枉的，安尼个事你无做啊。因为目睭金开，会开始，因为行圣经，因为我是迄个大学毕业的，迄个圣经专科啦毕业的。然后呢，家己祷告，家己因为透早我起来坐伫棉被顶悬祷告。
要困祷告，伊也对我，我细细念，伊嘛细细念啊。我嘛毋知咧念啥，你知嘛？结果我是安怎特别强调即个人？伊结果呢，我出来无偌久，伊有一天，伊嘛出来敲电话互我。伊讲安怎你知无？伊讲哦，伊伫内底哦，互一个东房的人甲伊霸凌啊！我讲你的手比我大腿较粗，你共霸凌？伊讲因为含伊斗阵一个霸凌，然后我请伊食西餐呐，食的哦，伊摕一个谱我看，讲伊伫内底哦，抄迄个经文啊，圣经啊，刷来去甲我讲，你看我写祷告，我讲你的祷告文比我较丰富啊，对毋对啊？对恁老母、恁查囝，恁太太，伊直祷告甲你家己安尼。伊甲我讲哦，伊目屎连来甲我讲，你敢会带我去找恁教会刘牧师啊？伊讲伊要受洗啊！这是第一届我伫家下内底拄着即个杀人犯，伊出来甲我讲，伊要受洗。因为我已经迄阵仔受洗啊，我出来我就家己主动去受洗，我无像恁叫啥物幸福小组8礼拜，对毋对？佮有啥物爱宴，佮有啥物见证啊？佮带恁来遮听牧师啊，讲经我无啊。我较咪从伊教会讲，刘牧师我要受洗，你惊一条啊！你说受洗，你也无迄个历史讲要受洗，你也无受洗班受啥物洗？我要受洗。我伫真诶教会20担我要受洗，我要受洗。结果呢，迄个出来伊也讲伊要受洗，我带伊个牧师。结果呢，伊真正受洗，伫阮教会参加无2个月的活动，尾后伊就是过失杀人了。伊即马7档的徒刑入去内底，我送伊迄个足济册，对毋对？沙漠迄个花木甘泉，毋是沙漠嘛，花木甘泉，送册。咧入去，我希望伊入去有神哦，因为我会当传福音嘛，传福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拄着个杀人犯，伊是高雄市金西湖电视报啊轰动的，甲伊的女朋友插13刀死亡啊，插5、6刀无死。伊是咧杀鸡吧，你知无？佮足出去外口，佮甲伊插到死为止啊！安尼你会惊袂？惊到要死啊！惊，结果呢，伊出来了后，是安怎我才知伊是杀女朋友呢？伊半暝啊，拢醒起来，伊毋困呢，伊讲伊毋困无要紧，佮甲我救起来。我想要甲我安怎呢？甲咱救起来，你敢知啊？伊讲哦，噩梦啦，噩梦啦！因女朋友哦，来咧甲伊托房，来咧甲伊扯脖子啊，我都困。我毋敢困，你莫困，陪我困。我无陪你困啊！你叫我莫困。我尾啊吼，因为我迄部圣经佮摕出来，伊佮念迄个诗篇落去听，我一直念，我一直读啊读差不多，我印象中哦，即个较冤困咧，读7、8张啊，到尾啊，心较定倒咧困，我2个人平静安稳。在主的这个引导下，睡到天亮，睡到天亮。所以你就知影讲，
我得着安尼圣经，我安尼拄着这杀人犯，我安尼来读，毋是无效呢，有效。所以恁信主读圣经绝对有效的啦，对无？我信主了，我逐工3篇圣经啊，对不对？当时一天一篇生命发光，对吧？我是读3篇呢，我的生命发光又发光呢。知影读3篇，线上读经，我去劝阮的弟兄姐妹爱来读圣经。伊若要周线读圣经的，我可以家无家个别谈话呢。我讲你是听无，还是看无安尼？信主了后，安尼读圣经，是那因为讲，这志明弟兄是安怎啊？逐工要叫人读圣经。我若无圣经，我除了我无命的，对无？第3个排入来，恁敢知影啥物人物？我拄着一个强奸犯。强奸了不要紧哦，非常难过。他强奸了他2个女儿，他太太是目睭青梅。他大女儿被他性侵以后，送在市政府的社会之家在照顾。他又性侵了第2个，又被抓进来。你敢知影？扔入来时，因为我要扔入来这个房间，就细间的扔入来以后，全身发臭，臭到我讲那是安怎？你是放屎还是落屎兄？3日无洗身躯啊！3日，我讲你是安怎无洗身躯啊？伊讲我都无钱买衫裤，我讲踮咧上顶悬咧摕内衫内裤，看有去穿。敢要叫换衫裤，无我是要安怎臭到要跋倒。然后呢，伊的骹受伤，伊无法度屈落，屈咧便所，伊徛咧放咧，放就是我头壳是拄伫这个洗衫池仔内底，下骹伊是踮咧放尿。扑到我枕头拢热呢，然后呢，伊讲伊无法度洗碗池，屈袂落去，我还帮伊洗碗池。刷咧呢，我还帮伊洗衫呢，安尼无要紧。第3天咧食早顿的时阵，伊突然手骹发毒，骹准厝会塌去。我一碗早顿都飞去年龄了，我迄天都无早顿通食。我较知影讲有癫痫症啊，癫痫症我即摆才知影讲癫痫症是安尼呢。有一天伊出庭转来，我好心今日无饭通食过昼，准备一碗饭去啊。伊迄天无欢喜，定来个发作个饭塌去，我的棉被拢装饭啊！我要安怎困？无法度困。然后，即个狱主啊，咱的迄个加甲的管理员，就甲伊讲：你叫伊拢爱坐，袂使徛起来，徛个电声哭个，敢过身啊，对无？安尼过日子，但是呢，我想讲我是安怎爱做这工作，结果呢，我较想着讲，我嘛读着圣经内底，耶稣爱人呢，对不对？耶稣伫路加福音，伊青梅摆开，乞食，伊嘛拢咧甲伊医治呢，对不对？伊主日，嘛，迄叫做安息日，嘛咧共看病。
我想讲，咱都有读到圣经啊，耶稣的教伟大啊，耶稣爱人，我们也是爱人如己啊，对不？我帮伊做这工课，然后我甲伊讲，我讲你是安那要做安尼工课？伊讲哦，伊嘛毋知影。我阵读经册互伊听，结果到尾伊甲我经册唱呢，伊用啊读经册，但伊念甲足大声啦，袂使啦，对不对？哦，伊若像人爽的安尼，我袂读啊。我讲安尼袂使，南面人就来啊。结果呢，过无偌久，伊就用调去外口，然后就较靠近咧医疗站啊。啊无我真正，伊若伫遮一礼拜，我差不多做一礼拜。我伫阮兜要洗我伫个机会有啦，嘛是介少。但是要洗衫裤，我看则真困难，感觉热安尼啊。所以啊，拄着这，我嘛是靠圣经，互伊莫去皮带。我嘛惊伊甲我性侵，你敢知影？虽然我是老伙仔，所以我伫即个家内底，即第三个，我去记咧一个食毒的。有一天，送入来一个食毒的，入来人好好呢，结果呢，困无偌久，讲伊寒到要死啊，寒，足寒。我看咪我的棉被衫拢甲伊夹，佢寒到要死。咁啊，但无事啊，讲踢了了啊，野了了，讲伊吼热到要死。我讲一个，我经历介恐怖咧尔，伊既然呢，行无两步，就踹西踹着。啊，我直接讲这是太了，但是这事实。所以食毒的人哦，无控制家己啊，失禁啊。什么他都不知道啊！我真正，差不多2工尔，我敢若六个洗手，你就知影真痛苦。迄个呢，食毒就爱去，爱互带出去戒毒啊，家己出钱哦，吼，到尾带出去。我去拄着一个车手，我13个人内底，我拄着6个诈骗集团，我拢知影因安怎诈骗啊，所以呢，我实在会当去做刑事组呀。迄个19岁啊，19岁尔呢，伊做车手，安怎入来？伊伫义大百货公司。咧领骗来卡片咧领钱啊！伊个包袱内底哦，伊甲我讲哦，拢有3束的衫，4顶帽啊，头领一届换一束衫，换一顶帽啊，安怎无？结果呢，伊个册包拢啥个掉伫便所，真歹运，许扫地看到，甲伊摕去警察局，一掀起来拢卡片。甲即个衫裤，伊阵互掠伊啊，掠入内底。我讲你遮尔少年啊，19岁，你是安怎要做这？伊讲哦，做一抓赚10万啊，我会当做个过日。我讲你足少年哦，啊，莫去做这代志。啊，我念一下警察互伊听。19岁，我念，我读互伊听，啊听听的。我讲你处理吼，毋通去做这代志，你19岁尔嘛，对无？啊伊遐点点，吼，啊伊嘛足紧就处理啊。最后一个入来，我讲主啊，要拣选我啊，怎么安排的那么巧？最后10天，进来的是什么人呢？配偶调查处的副主任，
伊本来是高雄市调处调业，伊是班外的单位呢，到尾主呢，家己就慢慢斗阵呢。嘿，这毋是讲迄个啥物安怎？是因为这个人信客住20档啊，20年呢，他每天哦，他的祷告我是坐着，他是跪呢，早晚跪着祷告。这个陈弟兄在嘉义受洗，他进来以后，他会查经呢，那个荒漠甘泉，他又在查经哦，很认真，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有一天晚上呢，他被请出去，说他看告成功，感谢主，对无？出去我是讲伊袂去转来啊，但迄暝我就家己大啊，我另外惊到要死啊，因为我斜对面那个燕巢迄个空旷的地方哦，是正太极啊，杀人都被枪杀啦，就是枪击的地方，暗时啊拢会雨狗来嘛，啊我一个困我嘛惊啦吼，啊结果呢，2点外又搁入来，哇！我讲真正主要带我斗阵，我还没伫即个涂骹坐咧礼拜，看伊细细窗仔门，伊带我做礼拜呢，伊通唱圣歌呢，伊通带我读圣经的经文啊，伊通敬拜，你知影无？我2个坐伫个小小的窗仔门，哦，伊开始做礼拜敬拜。一个非常虔诚的弟兄，但是他是调查局的。看到调查局你们把我抓进来的，我就是非常的生气。但是他说他没有办我啊，结果呢，伊甲我教足者主日礼拜礼节，伊甲我教到者，伊个教我讲迄个。莫食猪血，因为阮家内底足侪鸭血、猪血哦，照2顿拢入来拢有啊。我看伊拢无食，我惊一条，讲你罗弟兄这个不要吃。伊是天然噶，当然啦，食这个牲畜的血跟那个，这个在圣经上有很多讨论呐。但是呢，他举了很多经文给我看呐，好像也是。是不是民数记里面哈也谈到了，就祭祀的那个牲畜的血就不要使用。我就开始无食，第二顿对无食哦，回来都31公斤，无咩人食，对吗？我要形容的是讲，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信主20年了。这20年，他非常的虔诚，为了一只手机，为了毒枭的联络，他们联络的给他送他一只手机，那只手机让他进到里面来。结果呢，我在6月9号，我开庭以后，我交保。我在监狱142天，我出来没有1个礼拜，他也出来了，知道吗？他很短的时间，我要讲的是讲，现在上帝也安排一个基督教徒20档的人，来伫最后的10天，带我做礼拜，带我安怎信靠主，带我查这个圣经，带我那个朗读这个经文，所以我在里面已经充满主的灵命啦。这个若要出去，可能主会去把我带入来咧。所以我一出去，我就找刘牧师啊，我讲我要受洗，因为我咧受洗班后个到我就要受洗，安尼。
我都不参加像恁信徒小组那么信徒，对不对？你们吃爱烟吃那么久，有的人还没有信主啊。好，那我今天讲的就是说，我在监狱里头历经了142天，靠了一本圣经得胜，靠了一本圣经平静安稳度过一切。出来以后，1年5个月，经过1审、2审的审判，6个法官都说我没有罪，知道吗？但是呢，我正要在我们真爱教会做见证分享，因为没有罪啊，一般1审、2审若无罪，才安尼结束啊，对无？就结束啊嘛，我就开始分享啊。哪会知影？伫4月9号啊，这个无信主屈强的检察官，佮甲我上诉甲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是法官的审判有违宪才可以啊。伊甲我送伊个遐，你敢知影？我迄暝6月9号，迄个报，我听一个哦，我想要昏倒。我又去再度软弱，血压去称完。我讲主啊，我遮虔诚，我啥物门徒学校12礼拜，上级下级24礼拜。从没有缺席，我参加主日礼拜没有缺席，我祷告会没有缺席，为什么还要把我送到最高法院？我又软弱生病，被紧急送到大同医院，阮兜囝大同医院。现在他们倒来，我甲夏牧师摕到以香节。我伫急诊室，伫急诊吊大堂的时啊，伊摕圣经来到我迄个急诊室的床前，伊甲我祷告15分钟啊，伊甲所有圣经为着软弱的经章拢读我听，你知道？结果呢，读了。因为因先生嘛是阮组内的弟兄，伊读完，伊离开了，我大堂地了，我嘛再度去坚强起来呢，去刚强壮胆呢。我感觉耶稣一定是要磨练我。咱的基督耶稣，记载在应该是马太福音吧，耶稣信主以后，还被圣灵受洗，要被圣灵引导带到犹太的旷野，接受试炼，对吗？伊嘛是40天呢，他没有逼我吃饭，结果呢，那个魔鬼给他讲啊，你唔是。你神，你叫你的神啊，你有来甲石头变做饭啊，对无？结果呢，耶稣讲，咱都毋是干那为着食物尔，咱还阁有信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啊。所以呢，伊伫旷野磨练，甲伊带去厝尾顶，讲啊你毋信主，你叫大能啊，你甲跳落啊，主会叫这个天使来甲你救啊，你的脚免断去啊。耶稣基督讲，我们不能够挑战神的这个神机小讲，那会当讲你会当求神要甲你做啥物代志？
所以我嘛袂使安尼啊。这第二个启示，第三个启示，伊带到山顶，看到这万国的繁华世界，讲你只要甲我归落去，我这世界拢互你。耶稣讲啊，咱信靠咱的主一个神好。啥我要讲这呢？我出来这几个月，我信主了，因为我是高雄市屏东同乡会理事长。足侪人来找我，有诶来要向我的衫裤，讲要去过火啊！我讲我即马这衫拢足贵诶啦，唔系，有诶人要带我去即个西仔湾山顶，讲遐有一个得道仙呢，真牛，通灵，要问看讲我会过关未？我讲我唔免，因为我即马无啥体力，袂使爬山。足侪嘛是足侪试探，好意，要甲我带对，佫有一个讲你伫内底我甲你拢有甲你去神遐拜拜，你爱行愿啦，还愿，好多的试探，但也没有动摇我，因为我信主以后，我知影所有的试探都是耶稣要证伪我们是不是有信心，是不是有坚强，真正要来信主安尼对。6个月的三信，我甲大家报告，当然莫讲这神迹啦，也可以说是主安排的巧合。因为我第2场的见证分享啊，伫个饭店啊，迄天10月10号，我咧2个小组做伙要见证分享。前1礼拜，报纸又叫咧碰话啊，叫咧讲我会按啊，迄个红伞甲三信，对不对？我嘛会惊呢，因为呢，我若三信有代志，我要来分享无力啊。主啊，我会无力，我一直求主啊，阮主，我明仔载要分享，我今仔日安尼，我会足惊吓。主啊，你一定爱互我依靠，告诉我能不能分享。10月9号，我10月10号要分享啊。10月9号下晡5点，5个最高法院法官宣判我无罪啊！我又再一次靠主得胜，你知道吗？靠主得胜，拍死就要分享，拍断手骨就要分享。所以牧师甲我邀请的时阵，我真惊吓，徘徊啊！因为我一审、2审虽然无罪，又被送到3审。我来富强教会，我的灵丰富不起来，我的心刚强壮大不起来，我会怕。结果呢？你看，10月9号，他给我一个国庆日最好的礼物啊！1、2、3审都无罪，对不对？所以，我甲有10分钟时间无牧师，那10分钟啊，可以啊。我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我经过苦难，伫咱迄个经册内底，这个故事化苦难为化苦难为祝福。咱伫即个足早的经节内底啊，迄个约伯记，约伯记内底5章70讲，人生在世必有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啊。然后呢，咱的主耶稣，伊捌伫约翰福音10章甲咱讲，
讲啦，你们在世一定有苦难，有无？上好的就是咱的保罗咧讲，咱信主了进到神的国度，我们也一定有苦难，对不？所以苦难，咱要安怎？第一个，我们要信靠我们唯一的真神耶稣，对不对？你没有信靠他，你没有办法祷告，你有委屈，你没有没有向人诉说，你只有天天向我们耶稣来求告。我逐天做礼拜，提早10分钟到，额头动作耳聋，眼睛瞎掉，伫施恩宝座的面前讲10分钟呢。我甲主讲10分钟呢，没有一次没有说的，每次都说，因为我觉得唯一的真神，我们基督耶稣一定会拯救我。第二个，在苦难当中，在忧愁当中，在软弱当中，我们要由主而来的平安喜乐。所以恁还袂信靠主的人，阮伫小组内底，阮这弟兄姐妹，他们知道我忧愁啊，他们知道我遇到患难啊，他们知道我笑不出来的时候啊，他们大家拢变成我平安喜乐的开心果，阿妹，是吗？所以伫小组内底，咱要用喜乐的心来面对咱的苦难，对无？第三，咱来做主的事工啊，爱做主传福音的人。耶稣基督讲啊，讲我们要你来，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我拣选你要干嘛？要给你结果子，对不对？然后你结了果子，你会得到祝福，而且你要让这些果子永远保存，让它保存在小组里面。给他张光雄弟兄，我们明雅姨，我们的郭银社姐妹，因为是我前阵子结的果子，我带到小组来，他们成为我们的圣歌队，对不对？所以咱拄到苦难，咱要服侍，咱要一直努力，咱要帮助传福音。所以我今仔来到恁富强教会，就是怀着这样一份传福音的心情。最后我142天，我18个月的艰苦的日子，我要感谢咱的上帝的带领，我一步一步踏出这个困难，我会当来到信主来到真爱教会，来得到我的平安甲喜乐。所以我永远爱感谢咱的上帝，感谢咱的主。我今仔嘛足毋甘，阮的小组，阮是真爱教会恩典小组，今仔一半人伫遐做礼拜，一半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他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啦。你们刚刚有唱过奇异恩典，他们要再回应一次。我现在介绍他们出场。我们的尹宁，我们的副长卢真，我们的诗琴卢真喜欢教会抒情然后呢，还有我们郭银社姐妹，还有我们慧玲姐妹，还有张光雄弟兄，还有志玲弟兄，还有国燕弟兄。咱
大家做伙来唱这首《祈恩典》，因为伊内底所写的这个现实的歌词，就是我的遭遇，所以我今仔用祈恩典，他们用祈恩典来回应诗歌。我们现在一起来唱。祈恩典何等甘甜，我最意的赦免，欠我世上尽被寻回。下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的安稳。初心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祈恩典如此的甘甜，主啊，你拯救了我，像我这般无助顽强的人。我曾迷失，如今被你找回。我曾经盲目，没有看见你。主啊，你的恩典叫我心存敬畏。主啊，你的恩典减轻了我心中的恐惧。主啊，你的恩典的出现是何等的珍贵！那是我第一次相信神的时刻。我经历了20年，我经历了无数的危险、试探、辛苦和软弱。我已经靠着你的恩典获救，走了过来。主啊，你的恩典把我安全刚强到今天。主啊，你的恩典化成光，照亮了我，引领我信靠你，安全回家。我要感谢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阿们。按这位来唱，3个到底来唱。是